繼續來看台北地檢署抓到一件愛情的詐騙。這個詐騙集團先去找一寡美容店甲金仔店來合作，然後詐騙的成員會用 AI 變聲，變做查某囡仔的聲，甲人奶，騙人去買金仔、去買美容的課程等等。檢警將具體詐騙集團的共犯，甲配合的店家，攏總12個人到案，破除這個一條龍的愛情詐騙。一陣小車頭暗架起無講話，叫警察帶入地檢署，因為因涉嫌做愛情詐騙。由啲聯邦姓吳的主嫌帶頭的愛情詐騙集團，佇主嫌翁仔某叫收押了後，檢警將閣一擺掠12個人到案，調查發現集團的分工真有路，這幾位小姐的任務就是專門約被害者。以為網戀奔現會有好結果，殊不知被害人被帶來銀樓，被騙要買黃金或是珠寶。而現在檢調也發現，這家銀樓的負責人其實全都知情。姓吳主嫌的翁仔某先叫指揮共犯去網絡找對象，再閣用 AI 的變聲工具，甲被害者談情說愛，拐買電器、手機遐，若閣另外開錢會當約見面。集團閣一擺派查某共犯去賄賂，帶被害者去到金仔店、美容店，這店家可以配合詐騙集團張關係，做伙騙被害者的錢。Hello， 你好，很高興認識你哦。大聲錄好小姐聲音建立檔案，再閣利用 AI 的軟體，互查甫來代替開講，驚這是小姐溫柔聲音騙網絡送禮，卡油手段上尾一步，就是帶去店面講潘娜。跟你們隔壁，有時候有開，有時候沒開的。我知道蠻多人來找他們。甲銀樓個美容店負責人到空去帶轉去調查，因為貪心心肝歹，看被害者怣怣啊去快，信用唔過，人客斷路。